得奖的是陈淑芳。陈淑芳入行超过60年，作品不计其数，演技炉火纯青。她在孤味中演活了独立撑起家庭的强悍母亲，却又在生离死别里悟出放下的道理。充满细节及张力的表演，收放自如，得奖实至名归。但是我今天呢，是第一次走红毯，我好害怕。但是我进了红毯之后，到了这个舞台上，跟刚才走了几个地方，我觉得国父纪念馆非常非常的美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来的，我已经80几了，还要拿这个这么重。我真的呢，但是重归重，我还是要抱得紧紧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也希望说，我有一天去炸虾卷，请大家吃。这是我们顾问里头讲过的，就说有破6000的时候，我要炸虾卷。可是现在不止了，破1亿的话，我炸虾卷，我们我年轻的子玉要唱歌，我们的那个人呢，穿得很漂亮那个人，他要围兜兜要去卖虾卷，所以呢，我们家的人都会出动。谢谢各位，还有谢谢各位投资者，就是说台湾的演员、导演、摄影，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棒，不要流失他们，把他们留在台湾拍。恭喜秀英！哎，对对，你也是秀英啊，一样的。我是年轻秀英。哎，对，一起拿。谢谢。这个是我们家的，啊。是导演，我们家的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陈淑芳。